就台湾文教基金会伫个1997年创立，28年来走找81个国家、481个生命战士，颁发全球热爱生命奖予因。今年拢总有25位生命战士，基金会也邀请其中2位分享家己的生命经验。我也有，当然也有一段时间，就是六七年都是待在家里，就是很少跟外界接触。就是在我高中毕业之后，那有一度我觉得自己的生命难道就只有这样子吗？伊是结巴轮廓的患者第0，4岁时去互人诊断出来，伫生长的过程较袂着就跋甲规身躯拢是伤，伊目唔甘活，目郁住，甚至互医生诊断讲伊活袂过18岁。如今伊拍破医生的讲法，靠画图找到生命意义。我现在在看我的画作，里面有很多的鸟，那我就在想，鸟也许它是代表某部分是我内心的一种自由。伊是今年周大观基金会全球热爱生命奖的得主。基金会伫1997年成立以来，逐冬拢会伫全世界找生命战士，已经表扬81个国家、481个全球热爱生命得奖人。基金会希望透过表扬，鼓励大家热爱生命。今年的25位的全球热爱生命奖的得主，我们今天就先颁发2位。那其他的人，他们大概有18个国家的人，他们9月19号会进到台湾。伫台顶一直牵妈妈的手，黏伫妈妈的身躯边的吴成友，伊同款是即届生命战士的得主。自细汉就透过画图表现出家己心内的想法。未来因2个的图也会伫咧中正纪念堂做展览，希望感染更较侪人。记者戴阿双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